芽呀，我们当初也是不得已呀。这女孩我见过，是我大姨帮她入殓的，那天我也在。你知道她的死因吗？听说是见了亲生父母猝死了。她很小的时候得过病毒性心肌炎，后来发展成了扩张性心肌病，一直都在吃药控制。但去见亲生父母的前几天，他的药刚好吃完了，我让他赶紧去开，他说不要紧，等年底装上 ICD 就好了。她是你谁啊？她是我姐，二姐。她跟我大姐是孪生姐妹，但是大姐身体没问题，就被父母留下了。当初我父母就是为了生我，把她送人了。那不是送人，那是遗弃。小伟马上就要上学了，这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养着活吗？你应该多想想咱们儿子，儿子才是咱们将来最后的依靠。爸妈在吵什么呢？不能是混蛋吧？1周后，秦伟因为肺部严重感染，医治无效去世。秦伟像大多数往生者一样躺在棺材里，接受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的悼念。这是普通人的平平无奇的死亡。在他的告别仪式上，他的父母终于不需要再用高声的呼号和汹涌的眼泪来证明他们的悲伤了。
子。起来，给我起来！干什么你？起来！为什么你给你造孽呀！知道了。你想干嘛？我怕爸妈会崩溃。可以的话，请在我离开之后多陪陪他们。他们需要我的陪伴吗？对他们来讲，你这个。你们最爱的小儿子去世了，自己还活着，什么感觉？比死还难过吧？难过也得受着。用你们的余生，好好想想你们做过的事儿。剩下的日子，守着他的骨灰，保佑你们长命百岁吧。要是你们也死了，我会像你们当年抛弃我妹妹那样，把她的骨灰连同你们的一起撒掉，渣儿都不剩。你，我说到做到。妮子，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对不起了。最想听到这声道歉的人不是我，我也没有资格替他原谅你们。